哇！火遍成個廣佛嘅迎香心動樂園，一條視頻話你知點樣玩先好玩，多唔多人排隊，點樣少踩雷。首先視頻下方定位咧係一架全包裏邊嘅所有機動遊戲，大項目芭比飛車同樹上漂流2選1嘅，仲有好靚好壯觀嘅彩虹花田、無動力樂園同埋開心牧場。我哋係接近1點先嚟到噶，先輕度打卡咗一下彩虹花田，蕩咗下千秋，影咗幾幅靚相就直奔開心牧場啦，好犀利噶！除咗普通嘅羊駝、貓貓狗狗之外，居然仲有好似去咗日本咁樣嘅鹿場啊，冇圍欄，零距離可以接觸餵鹿摸鹿，之後就可以直奔無動力樂園同埋機動遊戲區域啦。呢度所有我哋平時去長隆要排成個幾鐘頭隊嘅跳樓機、過山車、雙層旋轉木馬，基本都係5到10分鐘就可以玩啦。大人玩翻幾個機動遊戲，小朋友喺無動力樂園放夠晒地。4點鐘左右呢個時間趕去玩芭比飛車就啱啱好，至少人排隊噶啦。嗱，想最節省時間就千祈唔好騎呢隻鹿上山，步行上去嘅話咧，頂籠5分鐘嘅啫。之後就坐登山飛氈上頂，從排隊到坐飛氈呢，一共就係用咗半個鐘啫，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。嚟到芭比飛車同埋樹上漂流呢個分水嶺呢，芭比飛車大概係另外再排隊15分鐘左右嘅，樹上漂流呢，我另外差唔多要等多成半個鐘啊。嗱，兩樣嘢都好玩，自己取捨。最後我哋係玩到足足7點鐘先走嘅，汁都撈埋。我覺得團購價位係真係超值嘅，行程好豐富，感覺好快就會過嚟二刷啊！重點係大人細路都好盡興。